1号甜心，有完4号咪咪，簽到嘛？有真多呢。多了还冇簽到，我衝個8人出來做嘛？唔免啊，啊，我哋三煞做個人數嘛嘅啊。等下我去應付啊。哎，來啊，跟那個提供出應要蔬菜啊，請來家鄉。哎呀，老師的家鄉啊，哦，新竹，新竹，他今天又要當地頭蛇，帶着我們兩個教啊，給娃來出任務，來去找黃金秘寶。黃金秘寶，寶中寶。對，你有聽過黃金三寶對不對？嗯，三寶跟秘寶不同的地方是在哪裡？哪邊不一樣啊？三寶有乜嘅？新竹係三寶，一隻是這三寶嗬。第一隻是西施餅，柿子，柿子一寶，二寶，從來講係北風喜啊，赤橙寶，此以外啊，有橙就會柑咩？橘子，對，orange，三寶。第三寶呢，也出來番頭醬。花生醬。哎呦，糖到番頭醬啊，番薯都用啊。哎呦，上報好冇？係啊。我們上報清簡單呐，啊，每一個節目都嘛提請上報。啊，俺哋節目一天要跟你冇相同啊，每一個節目都是要找三寶，對不對？對。三寶太容易找了，但是寶中之寶就是我們所謂的黃金秘寶。俺哋今天就要來請黃金秘寶，趕快牌子拿出來，我們趕緊來去找秘寶，好嗎？快！哎呦，咁我俺哋唔會跳。第一個任務嗎？第一個任務係。嘿，任務哈，出任務。對。任務哈，出任務。哎呀，啊出乜嘅咧？哎，小小打擊上。第一步。好，食菜人味。事在人為，食菜人味，世界人為。不行，我就要學客語。你是非洲來的。食菜人味。食菜人味。嘿。V。好，第一隻任務。二寶。第一隻任務。光潔兩人。不是，我還沒有念客家話，你就比我先念了。是嗎？啊，差一點點。哎呀，加油！光潔兩人。光潔兩人。嘿，光潔兩人。光潔兩人。第三隻任務。好事發生。好事發生。冇唔錯，佢比任務下就愛潛出新竹300萬產業嘅寶中寶黃金秘寶哦。而你來賓米克白，特別係兒童台嘅睇姐姐，佢比除咗愛好好客家話，每天採用淺火力來闖關，提關食材人味，來去看見新竹清經典嘅風景。米克白接招嘍！叫我以後甜心，叫我鼻頭咪咪。嘿，探長，唔單係能對。關係以後探長係能對都要跟哪個蔬菜啊？好，一隻味素係新竹嘅韓行。韓行？哎，韓行。韓行是什麼意思？韓行啊，韓就是乾旱的旱，很乾旱的地方。行就是小溪啦，那小溪都很乾旱，都沒有水的地方。因為新竹這個地方呢，有名的是什麼？新竹風嘛，對不對？乜嘅風？九江風。九江紅。風。哎，九江風。客家話就有一種咬唇音，有冇？風，對，有九江風，然後呢，又很乾，所以呢就很適合來曬柿餅。你看看，你往後看看。別的地方哦也有柿餅，但是一等一的哈，一定要我們這邊的哈九江風吹很乾的風哦，就可以吹出很高級的最好吃的柿餅。那今天呢，我們就要來介紹我們秘寶達人，柿餅達人。劉二姐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一起來，哇，主角來了，主角來了。我們今天就要從他的身上挖到秘寶。既然我們找到三寶，要從三寶當中呢找到秘寶，這才是重要的了哈。提關俺來到新埔，講到看天清經典嘅畫面，嘅天初就係看九江風，讓人曬柿餅。已經傳到第3推嘅百年老店，也係有了解阿姊老太三煞向下來經營。
特别要带俺的儿子刘正书，这对阿妹的都市地位就开始好嘅老师傅哦。也就要对小吃的一个基本功开始好好啦，也出儿子嘅好功夫哦。二姐说啊，东石牙个都是要用人工削吗？没有机器削的吗？现在有，现在有哈。我年轻时候就用手工削哦，就每一个都是用手工削的。2点3点凌晨就要起来削。牙个吃是最大的产季是在几月？最大产季是我们是9月中开始。就你最大的产季的时候啊，你可以用头白用按的人工来削皮的话，那这样子是需要几个工人啊？头摆哦，青豆哦，鱼豆啊，啊洗者，有规件不个粗慢慢嫩嫩的人哦，全部马上用，按多年哦，都没有修削的呀。难怪是100万产业，大家都围一圈这样。哦，甲动态出的时间，1日可以做一道量，可以削一道量。哦，15000粒不？15000粒不？有吗？有啦。15000颗，15000量，15000量。老师，我发现那个焦蛙2号的那个问题呢，它比较不会咬唇。嘿，你要看我嘴了。15000，15000，15000。很像是鼻音吗？鼻音很多。哦，好。因为客家话里面的那个发音啊，很多都是来自于鼻腔共鸣。我教你一招，如果你真的发不出的话，你就这样，把鼻子顶那么高，有没有比较好？15000，米口拍噶，我是太懂手呢。对唔开始好提及客家话，就开始欣赏唔要用嘅95镜头睇戲啦。一下好忙到10分鐘，要卡關你啦，唔正要好好加油，好好客家話，要認真嘅應付青春咩步哦。天暑咯，莫喊沏茶咯，莫喊沏茶，莫喊沏茶。先見下喺熟時前，我咪去加拿貨，鐵質咧。戴手套。手腿啦哈。樹立嘅。樹立的，我觉得好像我老公上身了，好，要乜嘢東西？这个，削刀诶，削刀，刨哈，刨哎，那个刘二姐呢，她刚刚一直跟我很得意的说，她削这个柿子削到都怕。从小削到大，对，然后他以前呢不是用这一种，没用那种刨他有一个老家伙，一刀不断的老家伙，我正想跟他学这个东西，赶紧请他点播出来，点一下，点播，这不是我刮脚皮的吗？不可以，这刮脚皮很好用啊，这有几年了？等一下，100年了呢。100年产业，100年哦，特别哦。唔讲要用的一刀不断啊，从来你一个用吗？冇空用吗？冇空用，冇你是削看看，也削得落，也削得落。来，像一起点一下。好了，挨先来点，挨先来点，也可以了，几简单。好，可以啊。啊，你削还没？你也调回去削，我削得落。削得圆圆的，你看，去看，看吃得落。断了。这样有手工的，要有功力的嘞。我不敢呐，我不敢呐。来，二姐你示范，那一刀不断。呀，它果子又好长，有记忆哈。你那么久没削了呢，而且它速度很快哦，好到位了。鄉親啊，唔聽從冇看冇一記細糊嘅加拿貨味哦。其實佢用當啱嘅牛元素做嘅，對地頭開始小吃嘅，做得貴錢嘅唔可以太省時間，係個削出來嘅皮皮泡，唔可以削太長到肉。你記起係麻煩面之前，也是個小吃嘅師傅切好嘅加拿貨味哦。人生你自己蘿蔔皮過後，你請人哋黐線上教大家講客家話了。來，四菜人味啊！四菜人味。好，好客家了哦。好，來。睇細試緊。你唔學客家話來。潮州鳳面
手虎咪，球很难说，球。雀是什么？来，你先这样翻，球手虎咪。嘿，手虎咪，好，这烧，嘿，烧柴来熏的哈。哎，第二个哈。好，吃饼作量，哎，要跟柿饼吃两周年，而且我们是要嗨按摩了哦。下一个程序嘛，对不对，对？要帮柿饼按好，摩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是削皮，哎，削皮，跟乐一款哦。哎，来，乐一款，来，走掉。太阳公公出来了！哎，这个时候好想跳一支舞，有什么舞吗？柿子舞，他最会。他会跳。当然了。太阳公公出来了。太阳公公晒一晒，就将风儿吹一吹，还要炭火烤一烤，再来帮他捏一捏，来一起跳。好。有中文版的，当然没有汉语版的呀。来，有请齐先生。阿公，出来了，日头阿公晒晒晒，吊光火吹吹吹，按开炭火推推推，再对老鱼念念念，左念念，右念念，上念念，下念念，前念念。后念念，呀好听点的念念念。啊，我好累哦，真的好累哦，这首歌还蛮累的。我好累哦。哦，要这个念的，要这个念的。来念，看怎么念。老师，那你教我们客家话念。哎，念，好，念，有鼻音了，有鼻音了。念。慢慢来哦，我们初学者哦，妈妈，我们今日看一下了。好，你也是踢的膝纹。是指的屁股，湿吻，杨春英，湿吻，嘿，啊，你反过来哈，你反过来，翻过来。歪头哈。好，这个是什么头？我就讲二头，西安讲低头。低头，好像英文的低头，然後呢，書用嚟講，啊，你要用隻手，重疊，唔好重疊，並排哦，你要膝蓋要捏出來，按出來，對不對？你蓋住啦，屁股看不出來啦，要放旁邊，來再看。等你變數來變了，聽了。露馅了！在市面上有看过，只是我一直都不敢买，因为我觉得好像是发霉的。对，它颜色差太多了，呀，这高贵的美哦。是我不懂它的美。市价1斤听说要8000塊。8000，这个霜要越多越好，像白雪一样。等你變數來變了，聽了。露馅了！阿弥可怕，唔好下家法有障礙，冇想到連演詞沒會有問題哦，也是個做柿餅先重要嘅關鍵呢。聽你講，柿餅好什麼，就靠當年老記作用，老柿嘅水分演出來，再個曬，一年一擺做唔得到哦。第二年10月，第二年變過來驗證期，第3年驗14，今年見證期，差唔多6到9年咯，真係當辛苦呢。也得是好好聽書義氣來驗詞誒，當做人們都保重保哦。我那扁扁的就是听过的哈，屁股还没用好。你這樣做有事的。係啦，你啲哦，日日都演幾多唔掂喎？ 1500兩，唔錯。
啊，唔调都冇调料。俩8斤肉，哦，俩总爱8斤肉，8、9天，大颗的8、9天。所以15000颗要乘以8，一天要捏那么多颗。哎呦，手好酸哦。 12万，只是要来找个秘宝而已。老师，结果变做讲出来会很累呢。我们不要想它，就一直捏就对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待在这边待9天吗？那个小军去把我的那个换洗的都带来。甜心嘛，事业饼哦，制作工厂豆腐菜咸蛋像安尼哦。其实提老起做2斤前，还有一步骤，听说要用45度到50度按高嘅温度，用胚我就可以用风吹必走，烤出一层开硬嘅膜。安尼吃嘅真看唔快嘅，韩國污染未就唔來鉗。你這個也就可以記到堅持做唔到小鐵嘅老祖先嘅智慧，用記到嘅吃嘅餅烤出來嘅色，風奶奶，還多一種當特殊嘅火炭嘅香味哦。好了，繼續來學下家法嚟。呀，你做哎，該都該念那個吃餅做龍啊。哦，吃饼走流。對，做龍就係走流。好，過來。吃饼走流。翻面那個變面。变面，用来变面啊！变面，面板的宽，聽過了啊，變過來變面。变面。變面不是真的翻啊，哦，不是是啊，把它動一動，動一動，不要讓它粘在一起。哦，好，转动的意思。好，過來，溫度水，温豆水，做乜嘅温豆水啊？即係強拍，要當強落雨嘅對啦。哦，那很容易就在手上。嗰度有露水咁啊？那我手腳。哦，手轉哦，晒白天，然后如果晚上，因为晚上有露水，所以就不能晒，赶快收进去。就要搬進去了，上面要拿下來搬進去。所以吃的东江，溫度水，嘿，饕餮吃飯沒有？饕餮是肉田公饕餮是飯，饕餮吃飯，意式肉田公，意式肉田公。哦，好，歪色，歪色，歪色，哎，這個柿子我們剛才講的第一個方法就是浸水，那個該水吃的，哎，就歪色，好，歪色。你可怕噶，看好客家話，好到大粒汗、細粒汗，嘿嘿，一個日子講好，我先本上看下佢哋做嘅吃嘅餅啦，也是嘅神拿哥，100嘅國家品質保證金上上嘅講喲，國家掛保證的喲，實體過去哦，咱老公夾嘅麵包還其他喲。我在市面上有看過，只是我一直都不敢買，因為我覺得好像是發霉的。对，它顏色差太多了。呀，就高貴的美喲。哦，是我不懂它的美。市價1斤聽說要8000塊。 8000，我要吃上面的上面白色的，豆一定要買無共用嘅毛，呀說呀種買8斤的，哎8、9天，哎，這個哈，要不用會幾久哎？這個這要曬快2個禮拜，曬好時吼，已無爽啦，成年1年的，去年的啦，去年凍到爽啊，調落去啊，去年很多霜的了。啊繞促促，啊是兩個變相，哦，把它搖一搖一搖，然後放到冰箱裡。啊1個月，放1個月，放1個月。對，一時按泡泡點點的話哈，要爽什麼多啊哈，霜不多，你意思係講這個霜要越來越多越好，像白雪一樣這樣。是的，那是最珍貴。啊，吃這個潤喉，潤喉，肺，好背，肺活量。啊哦，有紅嘅狀態又看唔出來呢，鄉親啊，也怕食嚟吃嘅爽，是對身體當好嘅權呢，難唔難咩葡萄糖精華嗬，也係當珍貴嘅中藥材喲。所以吃完這個柿餅，代表今天就是過關了嘛。最獨特的，我們找到了，耶！還沒，還有一個秘寶，還有秘寶。你不是說是最厲害的了？哎，開了啦。還有一個秘寶，那你趕快帶我們去找啊，好不好？好。呢支嘅麵包啊，沒路吃嘅乾，係壓嘅，有太陽自然豐厚嘅吃嘅鹽，做乜講吃嘅鹽嘅麵包呢？也是有着當感動人嘅故事哦，也就談呢支講故了。
有一个老师他来看到我们那个柱子哈，一个柱子，那是我妈妈以前她的脚不方便哦，哎，但是我们削皮啊，那个皮枝啊、柿子枝啊，它都会染到手里边去哦，真的啦。染色。哎，妈妈她要起来，她就摸着那个柱子，哎，她这样站起来，因为脚不舒服。对，哎，结果那个脚那个手印就印在柱子上面。跟他叮咛的，哎，妈妈的留下的，跟叮咛他说，我们做食品的要有良心，食品要有良心，良心哈，要有良心哈，哎，不要以利为准。那个柱子是鞭策他的用意。向起立鼓掌1分钟，做生意吼，尤其係做生意啦，天初要有良心。媽媽雖然留下來嘅成日咩短呢，咩本來一片拜訪嘅好雜專家，想到做得發展成日，老本等車係拿來做袋皮嘅刺皮，變做金奶奶黃金柳。刺葉哈，有做得用刺皮，要用煮誒，然後來色素。煮出来哦，还有两干呢，还用起锅，吃过渣子，这个是柿子的柿子果，柿子的原汁哦，这个是柿果的原汁哈。因为为什么柿果？因为柿农，它7、8月的时候会蔬果。唐詩人文化協會嘅田先生講，柿子有當道嘅單寧酸老膠質，本驗出來部位耐洗耐曬。韓國天然時間研究嘅製作見證，喺韓國技術度，先後用一種布料嚟做耐歐洲做使用嘅衫。韓國自然嘅色係咖啡色，就係太黑色，也係咩老人客家人嘅全腔樸實嘅精神同吊膽咯。難怪呀，也係兒子嘅咩寶啦。这边晒柿饼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是天气。对。所以天气，我们来看啊，北風頭等天，北風頭等天，日頭你等天，日頭你等天，啊，日頭，日頭，哦，这个很不好说哈，日頭，哦，但 L 的声音不好说。好，然后晒这个柿干的时候，最重要的、最棒的是九降风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北风，北风的九降风。这种是头等的风，它吹，它很干燥的风哦，这吹过来很快干，非常好。这真的没有呢，不得已的太阳，靠太阳来晒，所以太阳是2等天。那烂的呢，阴天是3等天，雨天是4等天，最烂的。我下雨，才要下雨，他们就怕死了，赶快他们5分钟就要把它撤掉，收起来，撤掉。所以这一句也对晒柿饼的人非常重要。是他们实际的写照了啊！好，再念一遍：北風頭等天，北風頭等天，日頭你等天，日頭你等天。啲工作嘅日頭做以後就做得來體驗簡單又神奇嘅實驗，冇到10分鐘嘅時間就做得完成咯。嚟看看那甜心韓國米可怕畫嘅樣嘅呢？四川人民保成功呀！哇，很強哦！經過小吃、年次嘅任務，拿到黃金咩寶實驗，恭喜第一關順利過關。第一關要去新竹寶山鄉，尋天茶寶中寶六。韓國唐港一個高數係拿過奧斯卡獎呢，2萬強，來去看看那了。唐公一個呢港妹園哈，橘子園呐，橘子園呐哈，然後這邊的那個園長有得過什麼台灣農業奧斯卡獎，是不是？奧斯卡獎，能量位賣你認識啊？得過呢奧斯卡獎嘅呀？得過我嘅奧斯卡獎嘅係爸爸。哎呦，這是老闆呐，這是我們今天關卡的達人。第一關前到嘅專家就係傳承港妹園第3代嘅遺憾呢，以正傳也2次呀，也就中嘅港妹是可以拿到國家認證嘅神農獎呢。韓國啊，叫到嘅港妹冇啲1年前天啊，有錢沒買唔到。甜心米可怕，我唔記得也就寫來一部位哦，3萬做任務冇聽着，韓州嘅老港妹帶進去啦。真的嗎？嘿喲，你要認真哦，咪咪。他說什
什么？你就是认真的学客家话，然后呢，认真的采橘子，尽量采到这个满，整个都溢出来，我们带回家。我是边吃边采，可以，你只要吃得下，它都让你采，好不好？客家话讲得准是冇问题。俺奶土哦是落喺有机质的植物性有机质配料，pH 5.5到7.0种出来的水果是最好的。有缘人才吃得到，有缘人才吃得到，有缘人踏到这边来才有机会。音符，音符下，春音符。一罐黑做乜嘅咧？好嘞，光洁亮眼。哦，先啊，先共结良缘，共结良缘。聽見音擺可以了解嗎？光洁亮眼，共结良缘。標準做啲雜家務咧。耶，睇晒住住啦！係啊，好嘅。啊，還有學法行咧。學法呢？係學法話咩咧？講好係先雜家務講好，按嗰樣要培育個學堂都幾學唔掂。哦，一步一步慢慢上啊，雙蛇。一步一腳印，慢慢的來。好的。雜家務佢發現學下話喺度標準。哦。教藝呢？你看啦，我介紹啊，同你新宿暗房嘅啊，燒嘅，怡保安台家嘅啊，這個是特等嘅非常好食。聽伊爸爸講，寶山鄉因為日夜溫差動態，柑咩特別鮮甜，尤其係腳步卡中嘅柑咩甜度做得都是3度，差唔多老反順嘅甜度區樣呢。其中嘅超過10種嘅柑咩，唔過每種保證都係皮泡豆子，尤其係泰山嘅胖柑，皮皮太烈喎。不過我這顆這麼大，如果不吃有一點可惜耶。你的意思是你要把這個？我可以先吃吃看嗎？然後我才開始工作。把你這個那麼大顆的毒吞下去嗎？看。你講標準的學位是不允許。先讓他吃，可能你要吃到兩柑咩要曉得講，先讓他亂吼。係柑按好食，係一個標準。好來。柑咩按好食？記得。柑咩按好食？標準。標準，打開來。哦，我昨天寫的。我準備8顆嚟嘅。哎呦，要看到望，看一粒柑咩一百個開來，喲，弟妹啊，嘅一粒咩嘅柑咩啊，哎呦，幾有水嘅，米可把這基本程度嘅啦。按咱們柑咩食得過後啊，客家話是好好學個。哦，奶愛好。奶愛好，奶愛好，奶老年人有乜嘅冇用？哦，你愛介紹。哦，我奶土哦係落喺有機質嘅植物性有機質配料，冇落喺豬屎介時啊。沒有。哦，2年要做埋土壤嘅 pH 檢測 ，pH 5.5到7.0種出嚟水果係最好嘅，所以奶愛好。就會種出奶愛好，奶愛好就會種出最好的水果。連帶關係會品質會最好。最好的水果你嚟講呢？清好嘅果子。清好嘅果子。一會就講最好嘅果子。最好嘅果子。好，你啊柑咩幾時出來？係秋天啊？你係應該係算冬天嚟出嚟。哦，冬天。立冬以後就要出來。哦。那我們四季的名字，我們來學一學。好，春夏秋冬。春夏秋冬。用春夏秋冬呢？春夏秋冬好像台語哦，台陸風。春夏秋冬。春夏秋冬。好。哎，柑咩皮人當要用啊？柑咩皮啊？柑咩皮做嚟做清潔劑。哦，等於做唔得特別咯。唔好得啦，我哋釀呢度。柑咩皮？柑咩皮？柑咩皮做唔得特別咯？等下還要用哦。好，人家
咁咩要染啊，應該食得到嗬。錯，哦，非常大家要染就為了同愛嚟，非常要染。有緣人才吃得到，有緣人呢吃得到，別的地方買不到啊，這個都被訂光了，所以你一定要有緣人踏到這邊來才有機會。那我們是跟老闆是生緣呐，對不對？所以我們要採橘子就可以吃得到。對啊，客人要講不要深厚的緣分，他在結後呀，係啦，結好人，結好緣開始就愛好感冒先。對，那你們都是有緣人啦，有緣人，有緣人，哎，你這有緣人啊，佢哋都要回來，真食得到。你一做得可以好，你做摘嚟啦，哈。好，暫時米可怕，夾夾摘啦，家下還來爆乾咩呢？爆太後就做得滿出288嘅咩寶啊！这个袋子啊，我们袋口把它打开，打开，然后拿这颗橘子，记得橘子放进去，屁股要朝上面。啊，屁股不是放進去就好哦，不是放進去就好哦。屁股是這個是不是？屁股要朝上。師傅都不用蛋糕。這為什麼會這樣子呢？有什麼原因嗎？你安排的都得要我們裝箱那些好像美觀，好美觀。你的表啊，因為它上面有勾帶，沒按偏，對，按偏爆也要貼些好這樣。才比較漂亮，收到客戶的手上才會覺得，對，哇，奶港嘞，很漂亮的橘子，漂亮，懂醬。好，裝好了嗎？這樣子對嗎？然後，對，然後袋口要這樣抓着，袋口抓着，然後要轉個3圈，1圈、2圈、3圈，不是這樣子甩。甜品嘛，播種播嘅業務當重要，唔好啲嘅更差人啦。咩冇看唔起一隻書上嘅喲，一時天台千錢嘅阿公佢想出來嘅，也摘下來嘅揀咩啊？我先洗槍來，包裝起來過後變到地度，佢就係一隻貼喺天做嘅書上嘅，按貼喺嘅技術來吸收食氣，難怪變到塑膠落嘅地杯嘅揀咩，大家顯然就按完整，然後一想。正常就來講，搞不卡嘅咩寶了。現在要來做什麼？做寶山的蜜寶。這個就是蜜寶啊。對啊，這是外面買不到的啊，所以叫做蜜寶。要做什麼嘞？我們要做這個最天然的清潔劑。清潔劑是說用這個皮，橘子皮哦。啊，剛剛在那邊說這個是一大功效，我們不能把它丟掉。對，原來還是要這個不能講廢物利用嘛。不是，這個是我們的蜜寶。蜜寶再做清潔劑，那我們現在就是用這個礦泉水，對，先打開來，喝一口，先吃得再給，喝一口，他有問題嗎？叫我們來做這個，他叫我喝一口，唔是奇怪啦，係唔到色茶，家下真有空間食東西，係冇咩做得拿一隻空嘅保特瓶裝7分濃嘅水，各位撈乾咩皮搽到細細啲嘅，食到乾嘅度烘。見茶見色，黐先生我來搞鑼鼓言語了。白鴿咩唔開？白鴿咩唔開？上愛白油誒。上愛白油誒。你這什麼意思的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橘子皮剝不開，想去剝柚子，那不是怎麼樣？自找麻煩。對，自找麻煩，還有呢？還有別的意思嗎？好高騖遠也可以，不自量力，你看這些都很好解釋。不等貼。對啊，連剝橘子都沒有辦法了，還有剝柚子。以為我先多錢，挖過來人真白，還真有辦法啊！學得鑼鼓言語，才鋪招就做得完成咩寶了。該同是鹽，又比雲，用一整日，也就係清天然嘅乾咩皮清潔劑了。洗碗唔會上手，當天嘅生活方面啊，前後嘅就係一個寶貝啦。天貴嘅義務順利成功，米可怕前面一關沒有加油哦，勝利就會到了。來到要關啦，要吹煙霧了，加油！最後一關，第3關，加油！第3關，來，後施法神。後事法神，後施法神哦，好事發生。見邊呢有乜嘅好事都發生了。加油加油！好漂亮，好美哦！那我是剃挑是不是按講啊？哎呦，是剃挑，
吃花生就会漂亮，所以好事会发生。哇，真係很正哦！千米一罐嘅專家鄭千米阿米子，從細就老阿爸聽書做炒飯條、做飯條醬，堅持無落油、無落水，唔但將苗路行買到當好，還可以前總統馬英九親口食嘅飯條醬哦。來到這個地方就是指定要它這一間，只有這一間1等1好吃。為什麼是1等1？為什麼是1等1呢？聽我講你哦。全台灣最好食的地條醬。港安海上工業地方一定有呀秘訣，對不對？一件的地條炒起來做1罐的地條醬，一點點就好。按色睇啊，盤全部你都識到啊，你哦，那條揀用唔揀用好多，分量很多哎。來到這個地方呢，就是指定要它這一間，就只有這一間1等1好吃。為什麼是1等1？為什麼是1等1呢？聽我講你哦。全台灣最好食的地條醬。港安海上工業地方一定有呀秘訣，對不對？我做60多年的啦。你有改良過嗎？還是就是有傳承？有，我們都要改良啊。都要改良，要不斷的跟進口味。以前媽媽會覺得，以前的人會只要最喜歡吃甜的嘛。對。現在人已經不喜歡吃太甜了，所以你不要鹹甜的，所以會慢慢去改良它。以前媽媽說，哎，不夠甜，那個時代的她會覺得不夠甜。可是到我們這一代來，大家都不要甜。厲害了，現在我們就要來體驗這個了，對不對？對。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花生醬。那個花生有分大大小小顆，有大。來煮來可是他們拿來做啊那種。有顆粒。應用版做呢？來條醬磨好以後哈，再另外再加進去的顆粒。哦，跟老太細粒嗎？還是反粒？太粒它有瑕疵品，它厚，它有油，比較有油。它不愛用白鐵的按刀。所以大顆的適合拿來做這個花生醬，細粒就拿來做。細粒要做嘛？做花生粉。對。花生粉可以拿來椰麻呀。是起拔而已。啊，又是跟客家人有關係耶，起拔呀，上面你有冇吃過？那個麻糬啊，白白的麻糬，淋着滿滿濃濃的香香的花生粉，就是用細粒嚟做小顆的。家庭嘅人就先嚟體驗，好吧？好啊。因為我節目很多煙霧客，喺老太家，然後客家話嘅。好啊。嚟嚟看下，你一捏門就這句話。好香。聞到好香。批豆豆香。批豆豆香。批豆豆香。好。條背嘅係田園學嚟嘅嚇，那是哪樣學嚟嘅？田園學。有一粒一粒嘅條槓。一粒嘅條槓。過來。飯條有大小顆。太細粒。大顆的是拿來做什麼？哦，做花生醬。飯條醬。小顆的呢？花生粉。飯條粉。飯條醬一個，飯條醬。太粒嘅做飯條醬。太粒嘅做飯條醬。你越來越厲害了。我話都滴出來了。你前面2關都在看播。沒，我後面是要不一樣啊，咖啡很重要。打開你的門了。細粒嘅做飯條粉。小顆的做花生粉。好，過來哦。你看一罐條醬。出去一罐1斤哦。1斤的鐵條炒起來做1罐的鐵條醬。因為1斤炒起來會存磨1斤啊。實在的意思。做起來冇聽出1斤啊，反正幾1斤的量做出來是一罐鐵條醬，就是保證是1斤。好了，一罐。好了，1斤1罐。 1斤1罐。1斤1罐。你就是按大村名來係嘛，1斤1罐。1罐的鐵條做出了1罐鐵條醬。有點老舌的感覺。1斤的鐵條做出1罐的鐵條醬。然後，那我們現在要體驗。兩人做了。來咯。你講係2、6個人。先看條板有用完做。
熟以来哦哈。我摕一点点就好。你按切开啊，本全部你拢是懂啊你哦，哦。那调羹用唔讲盐水，好多，分量很多哎。一個飯頭醬吼，強就會比餅嘅行較多嘅啦。阿美子吼，真係佢唔講顏色啦。親密館嘅業務，我留阿美子聽書，留作行嘅手工飯頭薯餅吼，種下做好來，就做嚟拿到調羹用嘅麥布料，一定要去加油哦！也可以已經研發一久了呀。差不多6年嘞，6年。 2年前。 2年前啊，迄一隻推了用按缝手工啊。沒有像現在没有这个机器。今年还買一台機器了。那這個你就已經算是你的黃金秘寶了啊！你還要唔免啊，還有啦，大方讓你們看哦。還有一個秘寶哈，花生醬最重要就是要知道你的原汁怎麼有做的。我原汁做，我們會有好事會花生啊。花生，你就夾夾來做，夾夾來做，來。夾到係邊咯？不要！等一下，來不及。都沒用醬哦，擺起來哈。對哦哈。好。你那偷黑我蘑菇豆啊，你那菇落去哎。薯腳較實地位嗱，甜是唔係你啲調色咯。純到包裝好就做嚟拿到親密館嘅麥布嚟。一老年嘅通告費有關呢，咪可怕，加油！提來耶，黃金秘寶提來耶呀！弟弟啊，好嗎？哦，你還是就拿花生醬啊，我就知道它就是原汁哎妹。哎呀，係花生醬顆粒的啊，哎呀，我老麥嘅控啊，夾錯啊，有好先唔掂喎。幹嘛？幹嘛嘅？干嘛用絲？吐司它人家平常是台是吧？干嘛來新做個新婦誒？柿子哦，柿子咖啡的是的那種好事會發生。順便抽考你，今天第一關學了很久的柿子，對不對？哇，考你的品種，要給我們做嘛嘅？白太。冰。你跟我說要不要我都吃冰？你這樣子我按用的人來滾中朋友，我嘅忠實粉絲滾，哎你搞他呀？啊沒有我要滾你對面啦。一口試嘛，一口試。我覺得你很有事。Shakir。哎，Shakir。我來。你看到New Simki。哎 Shakir。New Simki。什麼 New Ski？这亂講。咪可怕，咩條老虧啦！好的阿美子哦，人當好，公司嚟夾嘅咩寶，聽說會有好事發生。聽人都係飯頭醬夾棒，不過幫吃餅沒有當特別嘅秘史哦。飯頭醬嘅香，搭配吃餅嘅甜，食太好，好事就會發生啦！恭喜也關高關嘞！貴人猜頭錢，猜頭錢，好，好事會發生。老師講貴人呢？為什麼不是那人啊，花生人啊，飯頭人啊，按好位來當貴嘅飯頭人對吧？真貴。哎，對，你係頭錢人，你講，哎，就因為識得吃哎，啊，好愛吃哎，老飯頭講啊，飯頭醬講啊，就會形成這個貴人猜頭錢，好事會發生。哎，那個北京方言就是貴人，有貴人在前面，會有好事情發生。只要有貴人引導着我們，都不用擔心，不用害怕了。哎，對不對？我們現在這一關就是有阿美姐帶領路，太好了。好事發生就在眼前了啊！好啦，米可白，你的好事即將要發生了。哎呦，你好吧？我現在排行覺得最差的應該就是你。但我不止動作慢，然後客人慢，我還有什麼用處？剛剛那一句，我現在就要用上那個俚語了。貴人猜頭錢，好事會發生。
哎，好来。好啦，我来救你。好，我来征求一下阿米吉的同意，好不好？阿米吉，我想来在孙高位哦。呀，他的三环啊吼，他刚刚前面讲的1、2句都有点乱七八糟的，你们不能不要为难他。你一关就抽一个，好吗？哎，好吗？哎，意思一下就好了哈。大小颗，我已经这样叫他比他。你不是说野吗？我说你要2，对不对？很宁好，好，被我讲完了，那就大小颗。还有倒算第2个。你看你撒印，人家都撒印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太细粒，闭嘴。皮儿做龙，哎，皮儿做六，那西烟会有夹中啊，集中啊，起咧会有。又改是入港下手收缝，你到底要什么啦？那既然全部都来，呀，我饶你非有缘人。哎呀，这个一定最好讲。如果你有把阿米基当作是有缘人，有人领啊，有眼影。啊，算很厉害了啦 ，OK 了啦哈。但是目前还是排行最后一名，应该是60分了吧？有过关了，有啦，我懂啊，我懂啊， 60，全民运动。太冷了啊！哎，哎呦，来。哎，那么挑也比得了。太阳公公，好，1、2、好。一条公公三对月，条架公三叫我好，吹呀吹，中天月。终于米可帕挑战吉比嘅黄金内部业务成功，佢哋仲需要去接复习咯。下摆继续来学客家话，就冇调查米了。希望下，下礼拜见了。